2016年立法會選舉，九龍西選區參選名單數量係歷屆最多，各黨派間競爭激烈。而呢區登記選民喺數量上雖然有所增加，但年齡層嘅分佈則未有大變動。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上屆選舉後公佈嘅調查所得，上屆票後蔣麗芸票源大部分嚟自長者，而黃毓民則較受年輕選民支持。係咪代表各年齡層選民投票意向會同上屆差唔多呢？呢區61歲以上嘅選民佔咗31%，有年長嘅選民話會將選票投俾非激進派候選人。讀完書出嚟嗰啲人就揾到嘢做啊，安安定定咪好咯，搞到好似人哋新加坡咁樣安安定定嚇，呢啲人都搞到好似七國咁樣，搞到啊搭車又冇車搭，又要問路行。亦有檔販喺店鋪貼出心儀候選人嘅海報，為佢哋拉票。有幾個原則我哋一定唔會投票嘅。第一，港獨啊，自決啊，同埋唔俾大陸中國化嗰啲，我就唔會投嗰啲嘅。而問到對上屆票後蔣麗芸嘅意見，佢就表示冇太留意，都冇留意咁多嘢㗎啦。佢做完即係都有為大家做下嘢咁算咯。而年輕嘅選民就有各種不同嘅投票取向。我諗都係比較偏向一啲非建制嘅候選人啦。即係可能例如民主黨啊，或者可能熱普城嗰啲。心目中有幾個心水嘅候選人，都係啲新進嘅候選人嚟嘅。有劉小麗啦，小麗老師。咁另外就係民協嘅一位候選人啦，應該係彭國橋，如果冇記錯啦，係啦。咁除此之外就係社民連嘅文苑啦，呢3位候選人都係我嘅心水候選人。都係諗緊兩個候選人啦，一個係黃毓民同埋一個係小麗老師。有選民就希望能夠用自己手上嘅一票於議會內抗衡建制派，亦希望能爭取普選。雖然可能遙不可及，但係希望佢哋會起碼起碼抗衡到建制派。本屆立法會選舉，九龍西選區有15條參選名單，角逐6個議席。候選名單排首位嘅包括吳文遠、何志光、毛孟靜、梁美芬、譚國僑、朱紹雄、黃毓民、黃碧雲、林依麗、蔣麗芸、關新偉、劉小麗、游蕙禎、李永漢、狄志遠。株時網記者林淑如報導。